還有啊，和這麼多華人社團來往，我大概有60到100場活動必須出席。最近我的行程安排和副幕僚長之間有點小小的錯亂，所以我很高興今天大家都在這裏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幾天前我對市長曼德尼說的話？我告訴你們，你們沒看到的是，在我之前有幾位立法者質詢他，他們一直在談他有122.9億美元的財政缺口。他說要對富人加稅，同時州長浩告卻說不打算加稅。你們在選區看不到在上面發生的很多事情。在這1年半的時間裏，我學到這個政府有多麼骯髒。也正因如此，我討厭稱自己為政治人物。老實說，我討厭政客。他們坐在參議院裏，對每一項荒謬法案都投贊成票。去年通過了5至600項法律，完全與我們無關，對我們毫無益處。當我看到你們在這裏，我看到的是我們的未來世代。我看到我們來到這裏的目的，讓我們的孩子、孫子在美國建立生活，遠離我們當初逃離的東西——馬克思主義、社會主義。現在我們有一位市長，一心想把你們的財產拿走，交給那些沒有付出努力的人。中國人和東歐人有一個共同點，我們重視孩子的教育，我們重視他們的智慧，希望他們比我們做得更好。我總告訴我的女兒們，我不要求你們成為總統或億萬富翁，但我希望你們比爸爸好一點點，那我就很開心了。在我擔任 IS-187家長教師會 PTA 主席時，我也總是鼓勵孩子們要超越我。我告訴他們，30年後，我希望你們對自己說，我比那個人做得更好，這樣社會才能進步。輪到我發言時，我說我要貼近社區，因為我就在這個社區長大。我熟悉這裏的每個角落，我了解大家的困難與問題。我在新石柏打壘球，在 Bay Ridge 長大，在 Bensonhurst 住了35年。我當過警察，也在2所學校擔任 PTA 主席10年。我看着這個社區成長壯大，我們一起打造了這個美好的社區。在這裏擁有房子的人，某種程度上都是百萬富翁。那不是因為州政府或市政府，而是因為我們的努力。談到公共安全，我1993年成為警察時，在 Giuliani 市長領導下，我很樂意把偷東西的人送進監獄。他們或許只關1-2天，但那給了他們反省的時間。破窗理論確實有效。當人被關在裏面，就不會在外面傷害婦女或孩子。上周有一位來自烏茲別克的年輕女孩在這裏被撞死。我看了影片，那個路口當時是空的，沒有其他車輛或行人。她在綠燈的斑馬線上過馬路，司機應該看到她。剪過她後，司機也應該知道自己撞到人。如果他看後視鏡，就會知道。但其他政客卻把這件事政治化，說要設置護欄。我討厭這種做法。護欄救不了那女孩的命，那只是司機不專心。1個月內3名孩子死亡，這不能接受。問題不在護欄，而在於駕駛教育與執法。我們發放駕照太隨便，降低考試標準，還綁住警察的手，不讓他們開罰單，不讓他們扣車。現在布魯克林約40%的車輛未登記、未投保、無駕照，這太瘋狂了。我們需要讓警察執法，需要處罰。那位司機只被控未禮讓行人，沒有監禁，這不對。我還問市長垃圾桶的問題。居民在線上訂購垃圾桶，公司卻捲款跑路，應該退款。所謂防老鼠的理由是荒謬的，老鼠照樣能吃到垃圾。我也問他為何不在清雪前暫停路邊停車規定，他隔天就暫停了1周。學校餐食去年花了將近10億美元，但孩子們不吃，平均每餐20美元。
我寧願花7美元買麥當勞快樂兒童餐，至少孩子會吃。犯罪統計被低報，錯誤分類。原本應該算搶劫的，被拆成2項輕罪，這樣重罪數據就下降，看起來治安變好了，但事實不是。第68與第62分局合計只有4輛巡邏車，卻服務40萬人口，怎麼可能有效執法？關於長者住宅，我提出可以在2501/86街建100戶長者公寓，而不是優先建無家可歸者收容所。我們也遇到開發商誘騙轉換，先說建可負擔住宅，結果改成收容所。州預算2600億美元，彼得州1600億，和佛州1400億都高。我們要問錢花去哪裏？華爾街多繳59億美元稅收，是因為聯邦經濟政策，不是州政府功勞。關於移民，我認為應該優先驅逐犯罪非法移民。但對於在這裏生活20至30年、努力工作的人，應該給予某種合法居留途徑，但不給公民權，因為對於排隊多年合法申請的人不公平。很多人從事我們或孩子不願做的工作。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都有工作簽證制度，我們也可以建立類似制度。我們的社區從愛爾蘭人、意大利人、華人、東歐人到西語裔，一起建立了美好社區。我希望保持這樣。後段為社區代表發言致謝與支持，表達對其立場的認同與支持。原文啊，因為要出席這麼多中國組織的活動，大概有60到100場。我的日程安排和我的副手有點混亂，所以我很高興今天大家都能來。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我幾天前對馬姆達尼市長說的話。我要告訴你們，你們沒看到的是，在我之前質詢他的幾位議員一直在說，他有129億美元的財政缺口。他正在談論向富人徵稅。與此同時，霍楚州長卻在說不徵稅。你們在這個選區看不到的，那裏發生了很多事。在我來這裏的1年半時間裏，我徹底了解這個政府有多腐敗。因此，我討厭稱自己為政客，因為我現在就告訴你，我討厭政客。他們坐在參議院的議事廳裏，對他們提出的每項荒謬法案都投下贊成票。去年通過了500-600項與我們毫無關係的法律，這些法律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。當我看到你們在這裏，我看到了我們的子孫後代。我看到了我們來到這裏的目標，我看到了我們的孩子，我們的孫子們正在美國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，遠離我們曾經逃離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。現在我們有一個市長，他一心想奪走你們的財產，然後把它交給那些不勞而獲的人。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。他甚至揚言要宣戰。你們知道，中國人和東歐人有一個共同點，我們重視孩子的教育，我們重視他們的智慧，我們希望他們比我們更優秀，我們不希望他們將來也做和我們一樣的事。我總是告訴我的女兒們，我不指望你們成為總統或億萬富翁，但我希望你們比爸爸做得更好一點，那會讓我非常非常高興。我告訴所有孩子，在每所學校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期間，我總是鼓勵孩子們做得比我更好。你們看到我站在這裏，你們會說，那家伙挺酷的，對吧？我說，我告訴他們，30年後，我希望你們對自己說，你知道嗎？我比那個人做得更好，這讓我非常高興，因為這就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成長的方式。話雖如此，輪到我跟市長說話的時候，我說，讓我從個人角度來說，因為我跟我們社區的關係非常密切，我就在這裏長大，我熟悉這個區的每個角落，了解每個人的難處和問題。我熟悉各個社區，我知道日落公園，我在那裏打過壘球。我在灣仔區長大，在班森克斯特住了35年，格雷夫森德我也了解。在這裏擁有一間房子的人基本上都是百萬富翁，
對吧？這並非紐約州政府或紐約市政府的功勞，而是我們自己的功勞。這是我們辛勤工作的成果，也是我們過去所做的，也是我們每天努力的目標。說到公共安全，不久前，我記得大概在1993年我剛當警察的時候，當時我一直受到朱利安尼市長的指導，我總是很樂意把偷東西的人關進監獄。你知道，他們不會坐很久的牢，可能也就1-2天，對吧？但是在他們待的那1-2天裏，他們有時間反思自己的偷竊行為。出來之後，他們就不會再偷那雙拖鞋了，也不會再偷牙膏了，他們也不會再惹麻煩了。這招絕對管用，破窗理論絕對奏效了。他被關進監獄後，就不會再出去偷東西、傷害婦女、傷害孩子或打人了。這樣他有時間在監獄裏冷靜下來。這種政策絕對奏效了。還有司機們，上周我們這裏發生了一起車禍，一位來自烏斯別克的年輕女士被撞身亡。我昨晚在那裏，我上周也在那裏。我剛從奧爾巴尼回來。這些司機在那起事故中，司機們根本沒注意。我看過那個十字路口的影片，十字路口很空曠，沒有其他行人，也沒有其他車輛，只有一輛公車正在右轉，一個女孩正在過馬路。當然，她開始跑是因為她想在公車之前過馬路，因為她當時正走在人行道上，而且是綠燈，所以那個司機應該要看到她。當他念過她的時候，他肯定應該知道自己撞到了人。如果他照鏡子看了看，對吧？他就會知道他撞到人了。昨晚在記者會上，我聽到其他政客這麼說，這就是我討厭政客的原因。他們說，你知道必須做點什麼，他們把這起事件政治化了。他們說，讓我們在路口設置一些路障，你知道，我不會用這個說法，我不會當場批評他們，但我必須說，路口的路障救不了那個女孩的命。這跟交通號誌、說或其他任何因素都沒關係，只是司機注意力不集中，就這麼簡單。那個女孩當時在人行道上，綠燈亮着，世界上任何路障都救不了她的命。所以我只想說，這就是我們擁有的政客，他們找住一切機會把這件事鬧大，讓自己成為焦點，然後說：看，是的，我想保護你。不，事情不是這樣的，這是一場悲劇性的意外。就到此為止吧。幾個月前，就在86號公路和24號公路的交叉口，一個14歲的孩子坐在摩托車後座被撞死了。我沒看到有人對這件事大驚小怪。我當時在場，我當時確實對這件事大做文章。昨晚我去參加記者會的路上，一個12歲的孩子在西13街和 S 大道交匯處的 PS97小學門前被一輛轎車撞倒了。我在昨天的記者會上也提到了這件事。一個月內發生了3起兒童交通事故，這簡直令人無法接受。那我們該怎麼辦？世界上沒有任何障礙能夠阻止這一切的發生。當我們盲目發放駕照，降低考試標準，束縛警察的手腳，告訴他們你知道，不要開罰單，不要逮捕人，不要扣押車輛時，我記得幾年前，當我還是下東區的一名巡警時，我看到一輛可疑的車輛，我毫不猶豫地攔下了他，結果那個司機給我惹了麻煩。我把他從車裏拖出來，我給他戴上手銬，我扣押了他的車，我沒收了，我做了擔保，這並不難做到。等他能證明他有駕照、有保險，而且那輛車是他的，我才會把車還給他。但10次裏有9次他都沒做到，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路上的車，未註冊、未投保、
未上牌。根據保險業估計，布魯克林大約有40%的車都是這種情況。這數字太驚人了，這數字太驚人了。我的車有保險。如果我撞了人，我沒喝酒，我不會，我不會，我不會喝醉，我不會吸毒，對吧？我為什麼害怕？我會待在那裏幫助被我撞的人，承擔責任。這就是我們需要的駕駛員教育。我們需要公眾輿論的改變。我們需要讓警察履行職責，讓他們執行交通法規，這才是解決之道。我們需要懲罰。我們需要懲罰。在這個案例中，那位司機僅被控未禮讓行人，沒有牢獄之災，什麼都沒有。如果我們控告他肇事逃逸呢？這可是重罪。肇事逃逸造成人員受傷是重罪。如果只是撞了車，造成財產損失就逃逸，那不算什麼，那只是違規。所以現在我決定向市長提出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中面臨的普通問題，但他一個問題都回答不了。原因很簡單，我說，我們的垃圾桶呢？人們付了錢，他們在網路上訂購的。你們看過影片了嗎？大家都看過影片了嗎？沒錯，人們在網路上訂購了這些東西。你沒收到貨，公司捲款跑路了，把錢退給他們，然後取消強制令，還為工人不喜歡垃圾桶。他們把垃圾從桶子裏拿出來，把垃圾袋丟到街上，然後再丟回卡車後面。這樣對他們來說方便多了。所以你知道，當市長亞當說這事兒跟老鼠有關的時候，他說不，這事兒跟老鼠有關，不是，這事兒跟他那個擁有那家工廠的朋友有關。如果我是隻老鼠，看到那個垃圾桶，我會想，開飯啦，沒有什麼能阻止老鼠吃垃圾。這跟蓋子開沒關係，你知道，反正老鼠總是能吃到垃圾。這是我聽過最荒謬的藉口。所以當我問他這個問題時，我說不如你無限期暫停交替停車，直到說化了。你注意到他說現在這是按天執行的，第二天他就暫停了1週。這些都是很普通的日常問題。我說學校的飯菜真難吃，孩子不喜歡，我的孩子也不喜歡，對吧？他們都丟掉了。去年我們花了3.6億美元的市府財政資金用於學校伙食，加上美國農業部6.2億美元的撥款，加起來差不多10億美元。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吃上飯，半天課的孩子吃不到飯，有些高中生因為上早課也吃不到飯。一年185個上課日，算下來每個孩子每餐要花20美元左右。我寧願市政府花7美元買一份麥當勞的開心樂園餐給孩子吃，至少我知道孩子們會吃完，不會挨餓，對吧？對於一些服務不足的社區來說，那是他們的午餐，他們需要它，孩子們需要它。現在我們的孩子，對吧？他們可以帶火腿三明治，也可以帶花生醬果凍三明治，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帶，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帶。我寧願他們少花錢吃頓營養價值不高的飯。他們談論營養，他們談論，我記得亞當斯是什麼來着？素食星期五。他從披薩星期五變成了什麼素食漢堡星期五，反正就是那個。這就是左傾政客的心態。如果我不吃肉，或者說整個極左翼的心態，對吧？我一句話概括：如果我不吃肉，我就希望禁止吃肉，這樣其他人就不能吃了。這就是他們的心態，對吧？他們想告訴你該怎麼生活，對吧？所以我的孩子剛好喜歡漢堡包，喜歡雞塊。
我寧願他們提供這些，也不願讓我的孩子看着食物又冷又硬，然後就把食物扔掉，然後他們就餓肚子了。所以，看看他會不會回應。我會繼續追問他。這就是我們社區關注的一些問題。我們關注公共安全。是的，每天都有人在地鐵裏被打，但這些都沒有被報道。前幾天，我有選民，20歲，女性，住在聯合廣場附近，她頭部被打了。我說：好的，來辦公室吧，我們會報警。她說：不，不，不，我不想。我說：你必須報案，如果你不報案，我們就不知道。所以，這就是我一生在警察局看到的犯罪漏報現象。當我們去參加一個叫做犯罪統計 CompStat 的會議時，我們會總結轄區內所有犯罪數據，也就是所謂的犯罪指數。這些犯罪包括謀殺、強姦、搶劫、重大竊盜以及所有重罪。然後，當我們把這些數據帶回總部，他們查看後會說犯罪率下降了，不，並沒有。而這些就是他們向你報告的數據。還有一點你沒注意到，犯罪漏報和誤分類。例如，如果我從藥局偷了一瓶水，我拿着它走了出去，它只值$1，對吧？這叫做輕微盜竊，屬於輕罪。但是，當一個保安看到我這麼做，試圖把它拿回來，我和他搏鬥，搶回了水，然後跑了出去，這就是使用武力，這就變成了搶劫。所以，你知道他們在轄區是怎麼做的嗎？他們說：讓我看看，他偷了那個。所以報告裏有一項輕微盜竊罪。然後他打了那個人。報告裏有一項3級攻擊罪。你應該把這些罪行合併起來，構成搶劫罪。但他們卻只列出了2項輕罪，沒有重罪。這就是他們告訴你重罪數量下降的原因。他們滿嘴胡說。我知道這是事實，因為我親眼所見。我已經見識了27年了。所以，這些就是我向市長提出的問題。看看他怎麼回應。他基本上沒有給我任何答案。如你所見，在我們和他談話的前一天晚上，有30個、40個，現在又是多少來着？高達50個了。50個安全氣囊被偷走，而他只是說這令人無法接受，令人無法接受。那是什麼鬼？為什麼不參與？你一直說要削減警察經費。那2個警區，68號警區和62號警區，那天晚上總共只有4輛巡邏車。你知道62號和68號警區有多大嗎？那裏大約有40萬居民，卻只有4輛巡邏車。這意味着40萬居民只有8個警察。他們上夜班怎麼執法？我知道他們要接手一個又一個任務。他們一晚要處理大約20個任務。仔細想想，他們巡邏的時間只有7到8小時，要處理20個任務，平均每小時3個任務。他們怎麼提供任何個人服務？他們怎麼調查案件？他們怎麼尋找失蹤者或偷竊者呢？他們根本不做。他們只是做個筆錄，然後就去下一個案子，僅此而已。所以，這些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些問題。你跟他說的是老年住房，而不是無家可歸。沒錯。所以我就說，好吧，讓我先岔開話題。你知道，我的目標是用我們鄰居提出的小問題來深入探討。所以，在我前面的鄭議員正在談論老年住房。他說，你經常談論無家可歸者和移民。你也談到另一個是什麼來着？我忘了是什麼了。然後張議員說：那你談談老年住房怎麼樣？這時他時間到了。然後我接手了。
我說，你知道嗎？我在我的筆記上快速記下來了。我要問他，我要繼續這個話題，我要在此基礎上展開討論。所以我說，你知道，你確實談了很多關於無家可歸者的問題，我們也談了很多關於移民的問題。那我們來談談老人公寓吧。我說，我知道兩個很棒的地方，對吧？86街2501號。既然你可以在那裏為我們的老年人建造一個漂亮的老年公寓，100套公寓，靠近地鐵，靠近購物中心，而且社區環境很好，為什麼還要擔心無家可歸？他們會喜歡的，我們也會喜歡的，大家都開心，對吧？但是你知道，當你談到極左派或極右派時，他們必須表現得義正言辭，他們必須說：我不。不，我們必須幫忙。我們得先幫助移民和無家可歸者，才能幫助老年人。我覺得這說不通。還有另一個例子，科伊爾街，那裏的情況更糟，在羊頭灣。雖然不在我的選區，但絕對是我們社區的一部分。那裏住着東歐人，還有中國人，對吧？我們關係密切，對吧？所以我去了那裏，因為你知道，既然他們的立法者什麼都不做，那我就做點什麼。我得說點什麼，對吧？沒錯，開發商需要通過鄰居家的車道進入他們的地塊，所以他告訴鄰居們：我們在這裏建經濟適用房，你們能幫幫我們嗎？簽了這份合同，讓我們用你的車道吧。他們照做了，出於好心，他們答應了。然後他們把它改造成了流浪者收容所，這叫有利式營銷，對吧？他們變卦了，對吧？所以這是我們面臨的另一場鬥爭。全市範圍內這樣的鬥爭太多了。打，這是我的名片，投我一票。好的。他們想要什麼？2根黃瓜，我給他們。好的。所以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公眾。你知道，有一個負責任的機構在關注我們的財政危機。你知道，還有一件事他們沒告訴你，那就是霍楚知道他得去競選連任了，對吧？所以霍楚說，我沒有增稅的計劃，因為華爾街今年表現強勁，他們度過了輝煌的一年，又繳了59億美元的稅金，所以現在我們有錢了，我們不需要提高你們的稅，對吧？馬姆達尼說，我猜猜怎麼着？你知道嗎？我們不再有12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了，我們只有50億美元的缺口。我們可以要這筆錢嗎？對，在奧爾巴尼，你剛才看到的那個小組，還有我面前的馬姆達尼，那叫做乞討星期二。乞討，就是他們提出乞討的時候。我可以要點錢嗎？我可以要點錢嗎？他們把那叫做乞討星期二。所以他要了1300億美元。沒問題。這只有紐約州支出的一半。順便說一句，德州有3300萬人口，預算是1600億美元。我們只有2200萬人口，預算是2600億美元，比德州多了1000億美元。哇！德克薩斯州很棒。佛羅里達州有2900萬人口，預算是1400億美元。我們的預算是2600億美元，人口卻更少。所以紐約市的預算比29個州的預算都多。所以我想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你們為什麼要問？你們要拿這筆錢做什麼？我們花了10億美元買學校食物，結果都丟掉了。這太荒謬了。所以說了這麼多，我明白了。所以這就是錫杯星期二。
這就是他坐在那裏的原因。他們沒告訴你的是，馬姆達尼要向富人徵稅，提高他們的稅收。霍楚卻說，我們不需要提高稅收，因為華爾街給了我們這麼多錢，但從這裏開始，他們就不再向公眾談論來自華爾街的資金了。華爾街今年的繁榮是因為紐約州的經濟政策嗎？不是。華爾街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，對吧？有納斯達克500指數，有標準普爾500指數，有道瓊工業平均指數，對吧？還有羅素指數。華爾街有成千上萬家公司。好的，成千上萬家公司在華爾街交易。他們今年表現強勁的原因並非霍楚，這並非因為亞當斯或馬姆達尼，而是100%是因為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，是因為唐納德·川普。我不是川普的支持者，對吧？在某些事情上，例如移民，我和總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我們觀點不同，對吧？但我告訴你，華爾街今年如此獲利，以至於他們實際上為紐約州貢獻了560億美元。這100%是因為他的經濟政策。這就是錢的來源。這就是他們不會告訴你的，對吧？所以，是的，我們州所得稅和房產稅的上漲並非因為華爾街，也並非因為聯準會的經濟政策。所以，是的，這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點。話說回來，我剛才說到哪裏了？我想表達的是什麼？錢就是從華爾街來的，所以確保財政責任是我們的職責。我們要確保這筆錢用在它該去的地方，而不是被浪費掉。所以，讓我先岔開話題，回到移民政策。這裏是布魯克林南部。說實話，我們都認識非法移民。我認識他們，你們也認識他們，每個人都認識他們，對吧？但同時，我們也認識許多在這裏生活了20年、30年，從未惹過麻煩的非法移民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，做着同樣的事情。他們不是公共負擔，他們在養家，他們非常努力工作。我個人認為，應該為他們提供某種途徑，讓他們獲得綠卡或合法居留權，但不是公民身份。我告訴你為什麼不給公民身份，原因有二。第一，這不公平，不應該給像我妻子這樣的人公民身份。她有3個兄弟姐妹，等了16年才拿到移民簽證。這些人努力按規矩辦事，天哪！結果他們卻因此受到懲罰。他們等了15、16、17年才拿到移民簽證，對吧？我妻子有3個兄弟姊妹，他們等了很久了。第二，我們不想造成大規模的連鎖移民，這些人都是未經駕駛來到這裏的。所以，是的，我是否相信？你知道，唐納德、川普，甚至不是唐納德、川普，是克里斯汀·格諾姆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認識克里斯汀·格諾姆，他掌管着國土安全部。我不喜歡他現在的做法。你知道，我們所有人，信不信由你。奧爾巴尼有22位共和黨參議員，我們紐約人也一樣，都不喜歡他現在的做法，但他的做法是錯的。我們有數以百萬計的犯罪移民，我們應該先把他們清除出去。我知道極左派一直在跟我說什麼。什麼？我們這裏沒有殺人犯，我們這裏沒有你知道的強姦犯和搶劫犯。不是的，我們有，而且我們有很多。那麼，我們打算怎麼辦？我們還要再引進一些嗎？不，答案是否定的。沒錯，在我們清除這些罪犯之前，究竟要有多少美國人的生命被這些罪犯奪走？所以，對我來說，
我們首要的任務就是清除犯罪移民。是的。然後我們才能繼續做其他事，而清除他們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。他們有數百萬個。例如，委內瑞拉就把監獄裏的犯人全部轉移到美國了。我不知道1980年的時候這裏有多少人。古巴也做了同樣的事情。這就是著名的1980年馬里埃爾偷渡事件。所以，是的，我們確實認識很多勤奮的人，對吧？他們未經駕駛來到這裏，在這裏建立家庭。他們在這裏生活。他們是勤勞的家庭。他們應該有某種個案審查的途徑讓他們留在這裏。這就是我與我們總統的移民政策的不同之處。他們做着我們不會做，我們的孩子也不會做的工作。他們在拔雞毛，在超市掃地，他們在切肉，他們在貨架上擺放商品。你知道，我歡迎這樣的幫助。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工作計劃。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，他們都有類似的工作計劃。我們應該制定一些工作計劃，讓這些人能夠留在這裏，在這裏定居。看看我們的社區，它很棒。我們一起建造了它。最初，在意大利人到來之前，這裏是愛爾蘭人居住的地方。20年代，這裏是愛爾蘭人居住的地方。後來意大利人搬了進來，然後是中國人，然後是東歐人，現在是西班牙人，對吧？我們建立了一個很棒的社區，所以我希望它能保持這樣。好了，我想我已經把我想在這個圓桌會議上說的都說完了。現在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。